個名係溫妮，今日我要同你哋分享西港城。西港城以前喺海邊嘅，但係而家呢就填咗海。你睇唔睇到佢啲拱門啊？西港城嘅拱門，每邊都有5個。你睇唔睇到西港城上面嘅紅白相間嘅紅磚牆面啊？西港城響1906年落成，佢用咗花崗石同埋愛德華歷史嘅建築。點解要建立西港城啊？因為嗰陣時英國人覺得香港嘅街市唔乾淨，所以就要建立西港城。最初作為海事處總部，後來呢，主要作為上環區街市菜市場服務內居民。後來就作為一個商場同埋婚禮嘅地方。咁我哋點樣保育呢？政府可以同埋市民講唔好塗污牆壁。仲有啊，政府可以改造西港城嘅用途，令多啲人去可以欣賞。仲有啊，西港城而家響度維修，就可以令到多啲人去合適用途。哎呀，而家響度維修緊啦！唉，如果我哋就入去就好啦。下次不如再帶大家入去啊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